的理由都很坚强。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那个人？冬天为了你当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理解再见，让我接受这一切。能否不要说再见？想起你无法考虑，放弃的是致命吸引。嘿，你偷偷的靠近，难以控制要窒息，甚至立刻教会，到现在甚至崩溃，又装无辜，Oh baby，被使唤忘记很无罪。有好心情，绝对不要浪费，你的手比起脸都很对。